依家咧香港啊呢幾年啊輸入咗幾萬名外勞啊，即係之前講過黑工啦，黑工嗰啲就喺深圳嗰邊啊，或者珠三角1小時經濟圈咁去深圳打黑工啦呢個係一個問題。依家更加嚴峻嘅問題就係香港政府依家放寬咗嗰啲外勞嘅輸入啊，即係早2年因為香港話即係政府話嗰啲特別係餐飲啊同埋嗰啲建築業界啊需要人手多，同埋而家嚴重缺工啊，所以話放寬外勞因為大陸同埋香港嘅工資係爭好遠噶嘛，大家假如做餐飲咁，可能人哋做個服務員喺香港15000-16000噶啦，閒閒地，大陸嘅話可能3-4千佢爭成4-5倍喎咁如果係放寬咗一個外勞嚟香港嘅話，雖然佢話依家攞香港嘅中位數呢個行業嘅中位數，但係嘅話有冇呢？咁大家心照啦咁佢要只要僱主呢係按翻比例去請外勞，咁就 OK 嘅啦。但係依家會唔會好似香港咁呢？唔係好似澳門咁呢？咁以後就有呢個趨勢嘅啦。因為依家好多報道都話，香港依家好多本地嘅老闆呢就請咗外勞啦，然後就放啲本地員工嘅假期放得多，同埋減少佢哋嘅工時，變相逼佢哋走，或者有啲就直接辭工咁，辭退佢哋，辭退嗰啲老員工，所以而家都好嚴重本身依家香港呢嘅經濟好唔景氣噶啦啲人飲食嘅呢就上北上深圳或者港珠澳過珠海呢邊然後啲用嘅嘢呢就網上購物，依家都1蚊包郵好似嗰啲拼多多乜嘢咁，或者淘寶、京東全部包郵嚟呢邊啦，包郵去香港所以依家香港嘅經濟已經係非常之差嘅依家仲搞到咁嘅嘢就難搞啦。遲啲香港嘅失業率好高噶，於是係依家香港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又請外勞，本地人失業嘅話啲人冇錢消費，即係收入少咗啦，低消費咁服務業即係好似飲食咁，佢又少生意，又要慳成本，又要請外勞，咁樣成為一個惡性循環，啲人更加北上消費，或者更加多啲幫襯嗰啲咩淘寶寶執笠倉幫襯啲咁嘅地方咁以後香港個人工收入可能就會降低，同埋失業就會多，就好似依家澳門依家呢個情況咁啦。